来，这件发生伫台中济湾随机攻击的事件，20岁嫌犯拒绝夜间侦讯，到早起等到律师来才来做笔录。伊讲伊早3支的凶器，伫高雄路德的五金行买，然后到台南的高铁站坐高铁到台中，伫汽车旅馆住2暝了后，21号也就是昨早起来退房，sau来坐客停车到台中济湾的水安宫站。 要进入车厢进前，伊先到3楼的便所食医生所开的药啊。本底是爱食5粒，但是伊加食3粒，拢总食8粒，最后是就车随机杀人。 20岁姓洪嫌犯手提凶器，伫咧台中济湾车厢内底杀人，造成包括伊家己和另外2个查甫乘客拢总3个人受伤。警察嘛公布，嫌犯19号到台中住伫咧这间高级汽车旅馆的监视器影像，会当看到一罐黑色袋仔内底缀真侪物件，规个碰西西，摔得大不起。 警察调查嫌犯5月19暗时6点13分为台南高铁站坐车，6点53分到台中坐客停车前往汽车旅馆，7点19分住2暝，5月2日10点39分退房，坐客停车到台中1分水安宫站，1点03分到1楼的厨房靠物件，摔得罐底仔刮头离开。这当阵伊的袋仔内底已经放3支凶器，这3支刀伊甲警察讲是1礼拜前伫咧 高雄市路德的五金行买。那个路竹离台南很近，所以他可能入竹买完这个3把刀子之后就直接从台南这边来搭捷运，因为台南有捷运站而且那入竹这个路程看起来是离台南比较近。 警察调查嫌犯的行为，发现伊犯案前早倒半行去济湾站3楼的便所，伊要食医生开予伊的处方球仔，本正应该食5粒，伊所食比平常时加3粒，拢总食8粒。所以今日去车厢坐车，伫我近市政府站的路提凶器甲保湿塞升客台。还算平静所以他这个部分倒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安包括用餐还有睡眠都相当的正常。 警察讲，姓洪嫌犯将红抓起来，前往警察局时，讲伊真忝，拒绝暗时精神。等到今仔日律师到场，才开始做笔录。若先怎要选伫咧台中犯案？伊犯案动机是啥？会阁继续调查厘清。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